万人之上一人之下的大天使加百列，近光腚拉叉的在地球上漫步，唯一的遮挡物只有一个普通的纸箱。面对人类异样的目光，加百列不以为然，毕竟在他眼中，地球就是个虚拟世界，而人类只不过是拥有自由意识的感知器官。可这却吓坏了隐藏在凡间的天使拉斐尔。作为先前末日战的始作俑者之一，拉斐尔是真不想见到他。Well, what are you doing here? I don't know, that's why I asked. 但惧怕邻里间的碎嘴谈论，他也只能请加百列进入书店。让他更惊讶的是，加百列竟失忆了，就连自己姓什么都不记得，甚至智商都严重缩水，只记得有很可怕的大事要发生。虽然他不知道可怕指的是什么，但他却下意识地来到了书店。拉斐尔希望通过那个纸箱找出点线索，结果它就是个普通的空纸箱。于是他马上给克劳利打电话求助。等克劳利急匆匆地赶来，看到加百列从后面无声地出现，他的表情比刚才拉斐尔还要夸张。What's happened to him? I don't know. Ask him. I have. He doesn't know either. Ask him truthfully. 克劳利很严肃地让他把加百列送走，随便什么地方越远越好。之前天堂为了甩锅，加百列命人将拉斐尔放到地狱之火上炙烤，幸亏与克劳利互换了身体，才捡回一条小命。虽然拉斐尔被逐出天堂，不再是天使，可他依旧有一颗善良温和的心，他坚决不同意弃之不管。就这样，两个6000年的好友兼恋人又闹掰了。刚走出书店，克劳利越想越气，气体慢慢凝聚，变成白烟，散发出体味。下一秒，他反倒遭雷劈了。难道是他的抛弃引来了上帝的不公？但嫉恶如仇的堕天使才不会管那么多。要说人倒霉，喝凉水都塞牙。克劳利刚到车上就出现了大量的苍蝇，原来是撒旦的头马，克劳利的前老板别西卜。他将克劳利带回了地狱。其实别西卜也是听到风声，想打探加百列的下落。他先是给克劳利画大饼，的确老板都擅长画饼。见克劳利死活不上道，他开始恐吓，称但凡是跟此事接触过的人，无论是谁都要接受最痛苦的惩罚，被生命之书彻底的抹除。即便别西卜换了演员，隔着屏幕我还是能闻到那股怪味，好想递给他一管牙膏。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克劳利一路飞驰电掣地赶回书店。简单施法，十字路口的红灯就变成了绿灯，连恶魔都知道不能闯红灯。拉斐尔明知道是克劳利返了回来，却故意不理他。接下来克劳利摆出傲娇的强硬态度，嘴上却表达着最柔软的歉意。不过这次拉斐尔依旧没有理他，没办法，他只能拿出自己的招牌绝技。 You were right, you were right. I was wrong, you were right. 跳过道歉舞，两人才算重归于好。克劳利也说出将要面临的麻烦，如果加百列的失忆是假的，那他特意隐藏在你我身边，岂不是定时炸弹？为了验证猜想，克劳利会时不时说出曾经的重要台词，从而观察加百列的反应。结果却是一无所获。既然对方失忆了，克劳利就口述脑补出他曾经的罪行。I really am sorry. Is there anything? Jump on that window. 没想到真按照克劳利的指示去跳楼，看他似乎是认真的，克劳利便在最后一刻叫停了他。至此，他也相信加百列是真的失忆了。可他也不好好想想，假如加百列是假失忆，他是大天使跳下去会死吗？不过在克劳利的逼问下，加百列想起自己的记忆似乎好像跟火柴盒有关。然而这个火柴盒现在就在天堂。天堂第37阶书天使发现了这个凡间的物品，他将火柴盒交给目前级别最高的2位法宗。米迦勒看着眼前的东西，也不知道是什么。 还不想让人看出他露怯，于是就假装明白摆弄几下，便断定加百列的失踪是去了地球。拉斐尔和克劳利为了更好的隐藏，同时对加百列施展了奇迹。两个大聪明相信，这次绝对能躲过天堂与地狱的排查。 殊不知，这一刻天堂突然响起警报，地球仪还浮现出书店的准确位置。看来留给两人的时间不多了。加百列无意间哼唱的旋律引起了拉斐尔的注意，他马上将旋律哼给唱片店老板听。老板不仅知道歌曲的名字，还说出附近有家酒吧会反复放这个曲子。就在拉斐尔想借好友爱车去酒吧时，米迦勒已经带着其他天使赶到了书店门口。